好，今本日会议讨论都差不多了方。你下吼树头有也几个业务资料冇？都从本意嘅吗？毋是，都上礼拜五个就做得嘞。我还忙整理好。今日几多点做得本来？夜下3点呢？下班之前本来做得冇？我应该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天公日早晨9点之前本来。韩哥，要寄份哦，分阿生哥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阿生哥，你天公日吼，拿到业务资料以后，你分析一下银下嘅使用资料。天公日下晝3点哦，我要搁再同你讨论。做得。好，然后进行到清理嘅议场，然后爱表决嘅是下一季嘅宣传法通，要摆法通哦嘅方向有2种，提案较传统、较保守，提议案哦较创新，毋过有方向。目前行政部嘅想法，抢时决定是提议嘅方案啊。你都有同意冇？阿生哥，同意，我同意提嘅方案。阿芳呢？反对，我反对提嘅方案。也下是13人同意，13人反对。我讲一下我嘅想法吼，等一下请你就搁表决一摆。我本身较中意提议方案嘅创意啦，毋过就做势嘅市场来讲提议嘅方案较好。开始表决，阿生哥。我同意提嘅方案。阿峰呢？我没同意提嘅方案。好，然后也摆建议是提议方案，有人爱提出临时同意无？也下大家都伫鸦片。冇。无都无好，今本日会议就到鸦片，散会。哇，你眼头哪心痛咧？我没阿伯哦，应该请你吃饭啦。唔讲系食饭，还系咖啡，我就唔想爱。哇，阿芳还有阿生哥，看过家嘅同事记得讨论到当激烈，像会打起来用嘅，唔过咧系正常民主表决嘅情况吼，提出这个意见，非常有可能会赞成，有可能会反对，两下就来学合法制度到底有哪条合法？一开始大家会互相讨论。合法到底用牌形讲呢？就是讨论，记得咧论制度嘅係一隻有嘅音，所以咧，人家再會讀到下嚴調嘅，讀得遠一點點。討論，比如講，人家你做的這有一隻機嘅，就講，我會再跟你討論，我會過再老你討論，我會過再老你討論。我會再跟你討論哦。比如講，可能根本無法度結束，有一個聽案，就會老你講，我會再老你討論。討論過後，大家人呢，比如講13人，可能就會開始來做乜嘅咧？表決來簽署，也一個輕量嘅來表示自己意見。表決合法用牌形講呢？表決。表咧，合法懂难念哦。表決，它是一个入声字，所以它非常的短促。最后呢，舌头要顶在牙齿背，因为牙塞尖吼，塞埋啲最頭前，去擋到人嘅牙齒背後背吼。表決，比如講，你做得係記在你嘅，待會你們再表決一次，待會請你們再表決一次。
等下請到個表結一擺，等下請到個表結一擺。表結過後呢，可能會大家會提出無相樣嘅意見咯。表結之前，因為同意，我無同意。好，同意這個詞，客家兩版形講，就係同意，同意。記得這個同呢，中間呢是比較偏向烏的發音，所以呢要比國語的同意的同音再烏一點。同意，同意。比如講呢，有人呢贊成第一個方案，他就會說：我同意第一個方案。我同意第一個方案。我同意第一個方案。我同意第一個方案哦。不過呢，有人同意，沒有人可能唔同意哦。這種不同意、反對的客家話要怎麼說呢？反對，反對。好，來看一下幾個用版型呢？比如說，加第一個人會講我同意第一個方案，我同意第一個方案。但是如果我不同意，我反對第一個方案。我反對第一個方案，我反對第一個方案，我反對第一個方案。不過呢，家下就大家討論說咧，面前呢正式嘅項目嘅議案要討論結束嘅，要有結果嘅。最尾呢，主席可能就問大家有乜嘅臨時動議嗎？臨時動議客家用版型講咧，就係臨時同意，臨時同意。臨要特別記得，它是一個閉口音，所以一定要把嘴巴合起來。臨時同意。所以呢，主席就可能問大家講，有任何臨時動議需要提出嗎？有人要提出臨時動議嗎？有人愛提出臨時同意嗎？有人愛提出臨時同意嗎？有人要提出臨時動議嗎？好，臨時同意結束嘅，沒冇人過提出臨時同意咧，主席可能就會宣布。好，今天的會議到這邊散會，散會。客家用版型講咧，就係散會，散會。故此咧，主席到最尾嘅時間，可能就會宣布，今天會議就到這邊。散會，今晡日會議就到鴉片，散會。今晡日會議就到鴉片，散會。好，大家就做得學起來哈，可能你喊白開會嘅時間沒用得到哦。好，唔知大家點會學到咁多客話，就學起來好冇啊？又學起來慢啊？唔怕假使唔記得條前呢？唔怕，兩下做得停，你聽下來複習下，明路會議制度到底有哪道客話需要來學咧？聽聽下來看了。